因为美国要扣32趴的关税哦，劳动部为特别稳定劳工就业，部长洪胜汉今仔是强调讲，会来提出150亿预算来应用，嘛要求讲企业就唔通违法。 面对美国总统川普要甲台湾扣32趴的关税，为了减少对产业的冲击，致使就业市场的波动，甚至已经有传统产业的业者挡袂调，按算要裁员。劳动部长洪胜汉去立法院备询，强调希望有补贴等等的措施，透过差不多150亿预算的协助，来降低对劳工的冲击。我们已经开始跟很多的工协会，也包括很多可能潜在会受影响的工会，已经开始联系，那密切掌握大家 的这个产业里面状况，包括企业用人的状况。伫为即阵的时阵，持续关注关税对劳工劳权的冲击，嘛强调讲，包括纺织等等传统的产业，小连续传出要裁员的消息，要求劳动部都要好好处理。企业开始裁员、停工、放无薪假了嘛？你知道这件事吗？现在把通报的机制给建立起来，包括这些资讯的回报的机制给建立起来。那媒体上面有目前听闻的， 我们也会打电话过去，我们也跟他们主动的去了解。同一个时间，学者甲劳团举行记者会，呼吁面对关税这么大的冲击，政府唔通攞出用零关税的手段来应对，对劳工佫造成另外一种的伤害。当你要愿意把美国的关税全部降到0的时候，对我们的出口会有多大的影响？对我们的 GDP 会有多大影响？对我们的失业会有多大影响？ 有做过评估吗？政府在不管是在各个部会的对于企业的补贴上面，应该是要有一个实质，有一个资讯的一个同步的勾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做法。劳团呼吁政府都要提出具体稳定措施，唔通让资方倒手摕政府的补助，借手违法甲劳工洗头路。洪胜汉强调讲，企业面对冲击，要是爱合法合规，相关补助的使用，嘛会避免企业乌白叫员工减班休困。公司新闻台北报道。